道，我们身上每个人都有美好的计划。不要脸保守你说爱你，你不必永远不离不弃，你将我忠于你的空气，把我在你的手心，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，世界也不能夺取神美好的旨意，我凭着信心领取你的面容不自息，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。那请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做个祷告，为自己、家人、教会，我再来祷告。主啊，你是无所不能的神，你知道我们生命中都有属你美好的安排。主，虽然我们有时候在困难中，我们在淤泥中，但是我们知道，你会将我们从淤泥中起，让我们放在你的手心上。主啊，虽然我们有时会软弱，但求神赐给我们信心。我相信你主，你有你美好的旨意在我们每个人当中。祈求你继续看顾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。主啊，感谢你，祷告，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这信心领取丰盛的应许，世界也不能夺取神美好的旨意，我凭着信心领取你的面容不自息，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。我等候主，我相信。我的高主，我相信，爱我永不放弃，世界也不能夺取神美好的旨意。我的高主，我相信，你旨意要过我的，看见美好应许成就，我全心全意敬拜你，看见美好应许成就。看见美好应许成就，我全心全意敬拜你。我们现在祷告，主再一次感谢你带领我们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接下来祈求你安静我们的心，聆听主你要我们所学习的话语，赐给我们信心，保守我们。孩子这样祷告，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阿门。